雀巢能因及惠氏營養品由歐洲進口嘅21個批次奶粉，懷疑受到納釀芽孢桿菌污染。雀巢香港正係回收受影響批次。食安中心呼籲市民唔好俾嬰幼兒食用。有媽媽就唔滿意回收安排。沈詠琪報導。有個3個月大 BB 女嘅郭小姐，星期2晚得知 BB 飲用嘅奶粉係懷疑受污染批次，就十分緊張。琴晚到而家咧，我都一路跟進住個消息啦，就係睇下有啲乜嘢渠道可以回收翻啲奶粉，或者係換貨換錢咁樣。咁一路咧佢都係話有個熱線電話嘅，咁但係由今朝打到而家，其實基本上咧一係就唔通啦，一係通咗冇人聽啦，一係就直接就話係電話冇登記啦。咁好多 BB 都食緊嘅，咁其實佢一間咁大嘅公司，佢係咪應該主動去提出一啲回收方案？佢屋企嘅8罐奶粉全部都係食安中心呼籲嘅不應食用批次。我嗰陣都諗咗一下咧，我就已經即刻撲咗出去買啦。咁同埋如果貿貿然轉牌子咧，BB 又未必會適應到啦。咁所以我就都係 prefer 翻買同一個牌子。